中醫咧認為咧春天咧其實係養肝嘅最好時機，因為咧春天咧係萬物生長嘅時候，陽氣主生發，所以咧亦都對應住人體嘅肝臟，肝氣生發啦，其實亦都係抗疲勞嘅好時機。肝藏血，血為發之源，所以呢段時間如果養好肝臟咧，其實對頭皮健康亦都有幫助。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分享3個貼士，幫你養肝護發。首先喺食方面啦，中醫認為青色咧係入肝嘅，所以咧多食一啲綠色嘅食物，例如蘆筍啦、菠菜啦、韭菜啦等等呢啲食物咧都有養肝嘅作用。第二，花茶方面其實都對肝臟都有一定嘅益處，茉莉花啦、玫瑰花啦，其實適合一啲寒性人士飲用，而菊花咧其實係適合一啲熱底人士去飲。最後啦，亦都會推介一款護肝嘅茶，材料同埋製作咧都相當簡單，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收藏一下。除咗食療之外啦，頭皮按摩其實好有幫助嘅喎。養生論裏面咧提及春3月每朝梳頭128下，受至高。佢嘅意思就係講緊梳頭咧係有刺激頭皮嘅穴位，疏通咗經絡之後，可以達到一個滋養啦、強健頭皮啦，同埋一個養生嘅作用。喺梳頭方面啦，咁我哋咧應該要選擇用翻一啲羊角啦、牛角啦或者木質嘅梳。而油性髮質嘅朋友其實應該要留意啦，因為咧梳頭咧係會增加咗油脂分泌，會建議大家用手指輕輕咁按摩頭皮，去取代一個梳頭嘅動作。頭皮按摩方面，我會推介用百會穴同埋風池穴。第一個啦，百會穴。百會穴咧，其實主要係喺頭部中央偏後少少嘅位置，佢嘅作用咧主要係調整翻自律神經啦，放鬆心情，亦都可以改善到頭痛啦，同埋一個脫髮嘅問題。第二個穴位咧，咁就係風池穴。風池穴主要係喺我哋後尾枕骨凹陷嘅位置，佢嘅作用咧主要都係促進呢一個血液循環，亦都可以改善到甩頭髮啦，同埋令到頭髮嘅生長速度可以快啲。咁呢2個穴位咧，其實每日咧只要按2至3分鐘咧，都有改善到頭皮嘅健康啦，幫助頭髮嘅生長嘅。